上天助力，做事的方式，时阵所有的改变，以及咱二老前人的五代牺牲，咱前人点咱所有的财富体系，甲伫咱的无企业，我到这个机会，在咱总会分堂来报告成绩，我在创建对圣人的经典并无清楚，对主的料理并无研究，所以就简单的成绩做一个报告。所以讲，最近咱就看讲迄个歌星吼，歌星拢无啥咧出唱片，为虾米？甲讲哦，即摆歌星出唱片的量较少，因为讲唱歌就会唱啥？还有讲师哦，嘛有即个问题。讲师了讲，即摆最近啊，咱讲国家就会放啥？哦，拢有即个感叹的能力。啊，那么其实哦，即个唱歌。新歌不如老歌，比如讲啊，收视率，像咧白冰冰的收视率，迄老歌的收视率拢比新歌的收视率较高。我简单来讲讲哦，咱若温故知新，即个老讲师讲的虽然是老方法、老的即个道理，啊，慢慢仔步步为新的主义安尼啦。因为毕竟即个道理是无轻讲轻，无浅讲浅，无有啥物。对流的部分啊，就我都了解落来讲到这样。那我今日有一个奖叫做你讲的尊贵奖。那么尊贵奖，咱一开始咱就先对这个本文来念一遍。我简单念一遍，小等下大家做伙去念。道生智，德育智，不行智，世成智，是以万物莫不尊道之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古木之名之上自然。故道生智，德育智，众智育智，成智息智，养智福智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众而不战，是为贤德。好，来咱做伙来念一遍哦。道生智。道生智，德育智，不行智，世成智，是以万物，莫不尊道之贵德。